生可以有上下半場，上半場因為我中意做 gym，所以喺健身界打滾咗12年，嗰度係我第一個人生。下半場我揀咗僱傭行業，呢度講嘅係有幾多人生經驗。僱傭行業需求長做長有，競爭又唔似健身行業咁白熱化，但係請工人好似開盲盒咁，你一定要俾出200% 專注，全程投入，同埋真係要真心中意做嗰樣嘢，咁先可以喺度行得更長更遠。而 referral 就係呢一行最實際嘅回報。只要你用心做好第一單，自然就會下一單嘅出現。時間越長，條路就會越行越順。想知點解我會由興趣行到第二個人生？呢條片等我話你知。一朝兩聲啦9點，呢啲平時就係我早餐啦。啱啱好9點37分，差唔多出門口啦。整裝待發。你好，我係安樂窩 Marcus， 我得，你都得。正常就每日咧開完會咧，咁就其實就會翻去上環，呢度中環，咁我就會翻去上環度去做嘢啦。本身呢啲跑數嘅公司，出邊大型嘅健身公司啊，都比較着重嗰個跑數。機緣巧合就揾到安樂窩啦。咁一揾到安樂窩嗰陣時，就發覺，咦，原來僱傭業好長遠嘅喎，而又好需求好大啊。其實咧，好多人喺出邊可能又要養狗啊，照顧狗啊，照顧爸爸媽媽。安樂窩其實係佢個信念理念好踏實嘅。我哋安樂窩咧好着重嗰個用心經營啦，同埋好着重個細節。最緊要就係由心而發去幫個僱主同埋個姐姐。咁啊，佢哋又都好着重為顧客提供嗰個安心同埋信任，做好個配對，做好個服務，等個姐姐真係可以幫到佢屋企之餘，僱主又可以好安心地出去工作。係啊，朝頭早嘅嘢已經基本上都做完，咁啊食個飯先，開工啦。PowerPoint 繼續 PowerPoint 喺度就，一開始要注意一啲好基本嘅嘢先，一開始準備咗未先啦，即係我會咁樣 present 喺度就。哇！初頭嘅困難梗係大啦，好多啊！我其實做咗教練好多年啦，10幾年。我啱啱轉嗰陣時，之前仲要係 freelance 教練嚟嘅，衣着啦，你個工作時間啦，你個態度啦，你個説話方式啦，你個對答啦，任何嘢全部都要改變。頭段仲要係對啲電腦係我連編下都唔識用嘅嗰陣時係，所以嚟到係好多嘢都唔適應。自己每一日咧嗰陣時都係想頭我諗2個月到啦，每一日都係想放棄。會覺得自己係咪揀錯咗路啊？咁同埋加上自己年紀又唔係細，咁你要我放棄我咁多年之前累積嘅經驗啦，我嘅客人啦，要由零開始有一個好陌生嘅環境開始咧，其實係好驚嘅，好彷徨。咁但係我會試嗰啲，全部都係挑戰。每一次咧，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啊，聽到好多咁嘅説話嘅，可能你唔得㗎啦，你轉行唔得㗎啦。呢啲聲音就係令到我一個動力啊。咁當我咁多年一步一步望翻轉頭，其實自己成長咗好多咯。原來唔係真係想像咁難。你之後再望佢嘅話，真係發覺有咩做唔到。所以心態真係決定一切。咁首先由一開始個 recruit 啦，我哋嗌姐姐個 interview 啦，或者我哋同事親身飛個 interview 啦。我哋亦都跟住之後啲 data 翻咗嚟，我哋 double check 甚至乎 triple check。再之後可能安排僱主去配對啦，再之後個申請啦、入屋啦、到步啦嘅 follow up，全部嘢其實都係要比較複雜嘅。如果做得好做到精嘅話就咁，所以我哋一定係要用心同埋好專注而去做，好着重每一個步驟，咁你先唔會出錯。個流程係根本上一環接一環，唔單止前面一個人係牽涉過成個團隊，所以團隊個溝通係好緊要。同埋我哋所以非常強調咧，一個人嘅完美係完全比唔上一個團隊嘅周全。我哋好希望每個同事做好自己本分，咁先可以發揮成個團隊嘅作用。有一個個案，我想講個 term 同埋佢個態度，一個婆婆嚟嘅，咁啊都比較高要求啊，直情係。咁隔咗一段時間，我哋都會問翻個姐姐，姐姐淨係同我講嗰句説話 conquer 克服，去嘗試戰勝一件事。佢係冇放棄，佢冇怨言，冇負面，佢淨係講 Sir，OK，佢話要 conquer 成件事，一定要做到好佢。好多共鳴我聽到之後，好似我轉咗行都係，我哋點樣戰勝佢咧？點樣克服呢啲困境咧？當你肯去做，去做，姐姐去做，都係做到，絕對得。但係當你唔克服，你唔去面對嘅話，你不停去縮嘅話咧，你不停原地踏步，甚至乎你係退緊步。其實你見到一件事嘅成功咧，係包含咗真係好多唔同嘅細節，細微到可能個裝修啊、啲顏色嘅分配啊，我哋都係用緊心去做嘅。
除咗做好細節，係要堅持，堅持係非常緊要嘅。堅持到係每個點你都要做得好，你先可以 keep 住落去。咁我覺得安樂窩個理念本質都係幫客人去建立個信心。以前我哋做教練嗰陣時咧，就幫客人個身體啊、個心理啊建立信心。而家就幫啲僱主、幫個客人咧對我哋嘅服務建立信心，甚至乎幫個姐姐建立信心，幫佢個未來對佢新工作度係建立信心。咁啊，今日要同啲同事去做健身啊！我哋公司好多 team building 嘅，咁啊 team building 唔係咁做完一件事，可能打完一場波，做完一件事大家就散。我哋希望透過個 team building 咧，係傳承個文化，咁甚至乎可以分享大家可能學到嘅嘢。有時譬如好似我見到啲同事可能單咗啊，行過去拍佢膊頭，得唔得啊？掂唔掂啊？唔啱問佢，其實亦都可以已經幫咗佢行到呢個難關嘅咯。輕輕逗一逗佢，原來佢做到，俾翻個信心佢就會繼續。佢又諗到，正如頭先我之前所講，哇，能量就係咁樣翻嚟喎，原來我得嘅喎。咁啊，大家成個世界、成個團隊咪更加美好咯。所以生命影響生命，真心換真心啦。